2026年1月17日，常年期第一周，星期六，聖安多尼隱修士紀念。主題：尋找路，卻遇見一個國度。今日聖道禮儀嘅第一篇讀經，講述咗一個睇嚟簡單嘅故事。一位年輕人奉父親嘅命出外去尋找丟失咗嘅路，但係就發現自己企咗喺一個國度嘅門檻上。撒烏耳被傅油，成為以色列第一位領袖嘅敘事，展開得異常安靜。尋找路，但係就一無所獲。偶然嚟到撒母耳嘅城，一次毫無預期嘅相遇，然後返咗屋企。外表睇嚟，乜嘢事都冇改變到。呢度冇異象，冇燃燒嘅荊棘，冇雷電從天而降。撒烏耳並冇尋找偉大，佢只係順從一個微小嘅吩咐，走住熟悉嘅路，感到疲憊，擔心空手而回。佢聽從僕人嘅建議，向人問路。喺城外遇見咗一個打水嘅少女，直到後來我哋先意識到呢啲平凡嘅腳步之下，歷史早就已經悄悄咁樣移動咗。呢個故事邀請我哋放慢腳步，留意天主係點樣工作，唔係打斷生活，而係居住喺生活之中。撒烏耳嚟到撒母耳嘅城，睇嚟似完全出於巧合。一位機敏嘅僕人，一句隨口嘅詢問，一次偶然嘅相遇。然而正係猶太聖經研究所指出嘅，敘事堅持告訴我哋，天主正係借着呢一啲毫不起眼嘅細節，悄悄地引導着事件的進程。冇任何神蹟發生，但係亦都冇任何事係偶然嘅。撒烏耳本人睇嚟係令人印象深刻，經文特別指出佢比以色列眾人都高出一肩。然而敘事從一開始就慢慢鬆動我哋對外表嘅信任。當撒母耳告訴佢將擁有以色列的至寶嘅時候，撒烏耳就回應講：我豈不是本雅明人，屬於以色列最小的一支派嗎？我的家族不也是本雅明支派中最微小的嗎？撒母耳紀上9章20至到21節。表面上嚟睇，呢一個係謙卑，但係正如羅柏特·阿爾特所指出嘅，呢一種自我貶低並唔完全符合事實。本雅明支派並不弱小，而撒烏耳嘅父親亦都係一位富有嘅人。呢一番說話更加似一種得體而且禮貌嘅謙遜，正如佢先前唔願意喺冇合適禮物嘅情況下拜訪撒母耳一樣。以色列想要一位看起來像君王嘅君王，撒烏耳完全符合呢個期待。然而天主並冇稱佢為王，經文稱佢為首領，而且佢嘅使命被清楚咁樣限定，他要從培勒舍特人手中拯救我的百姓。撒母耳紀上9章16節。撒烏耳佢並唔係以色列渴望嘅最終實現，而係對嗰種渴望嘅讓步。佢係一個過渡性嘅人物，架起咗民長嘅時代同埋即將來臨嘅君主政體之間嘅橋樑。因此呢個故事始終係保持開放。撒烏耳被揀選，但係就冇完成被傅油，亦都唔充分。倒喺佢頭上嘅油並冇解決到以色列更深層嘅問題。佢最終無法徹底拯救百姓，天主後來必須尋找另一位。
故事結束嘅地方同開始嘅地方幾乎相同。喺路上返回家中，冇路，亦都冇可以見到嘅皇冠。佢讓我哋不禁反思，有幾多次我哋亦都喺平凡嘅道路上行走，忠於微小嘅責任，但係就並唔知道一個更大嘅召叫正在悄悄咁樣喺身邊展開。唔係每個召叫都會以召叫嘅樣子出現，有時人只係喺度尋找其他嘅東西嘅時候，先會意外咁樣遇見咗